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项代志过了2冬外，明仔嫌犯才要来宣判，过程是离奇曲折，喊甲无地看。幼稚园的囡仔要安怎才会平安来长大？咱今日好好来讨论明仔要宣判的案件。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立委林月琴。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人本教育基金会校安中心主任张平。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咱资深心理师蔡培纯。主持人、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培纯。首先，咱就来关心这个台北市信义区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逼出了园长因后生的性侵的案件，通报的受害囡仔有超过20个。那么委员会说，干那认定讲其中干那8案有性侵害的行为。我个认为这市政府失职，这件案件那明仔就要来宣判咯。市长蒋万安表示，会等待司法调查的结果了后，再来处理。手头拿扛棒批评市府处理无妥当，民进党的议员简书培这支台北市幼稚园的性侵案，瓜问题市府时代有一案无做行政调查就结案，然而伫蒋万安上任了后，教育局计共接到24案，说伫召开4届认定委员会了后，敢若认定8案性侵害行为是事实，其他的理由是搁欠补强证据。简书培认为委员会的成员背景比例无平均。这个委员会总共有19个人哦，但是我们要看到，教保团体有4个人，但家长团体只有1个人，所以这样子的认定委员会里面发生，是不是都帮教保团体发生？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认定委员会是透过严格公正的程序来调查，成员包括性平、法律等等专业的外部委员。市府会等待司法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做出相对应的处理。若准司法调查认定有其他受害者，也会即时提供协助。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检调在过程当中可以提供我们相关资料，可以让我们更及时的掌握，而且可以对可能的受害者进行各项的咨询辅导的协助。这届教保员性侵真侪位囡仔的案件，媒体若准有相关报道，爱遵守儿少权法的规范，袂当挜出会当辨识的儿少身份资讯，也袂当报道园所的名称，引发外界讨论甲质疑。卫福部定出3大例外原则，若准行为人已经成年，而且伫儿少等机构任职，媒体会当公布任职单位。第二是被害者是成年人，经过本人的同意，会当公布加害人的身份。第三是经过主管机关审议通过的事件内容，媒体就会当报道。记者综合报道。咱睇看这个新闻，其实已经2冬外吼，这项代志咱陆陆续续拢有相关的信息，但是拢唔是讲真大无，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所看到拢一点吼。我要先请教着委员，你是第2摆还是第1摆有参加这认定委员会？我8月24号是第1摆审这案，对，我有参加。啊，9月8号是因为伊通知的时间较紧急，我无法度参加，所以第2届我无。头1摆你有参加？对。他在新闻台内面就讲，迄认定委员会内面，迄成员的身份吼，大部分拢迄个。幼教的团体，啊无家长的团体，这是议员讲的吼。委员你认为讲，因为这牵涉了足侪赞处吼。头一个是法令，吼；第2个就是讲媒体会当报道袂；第3个就是这个委员会成分啊，甲认定的技术，嘛有人讲啊，这市政府直讲我调无这个监视器，啊监视器到底是真确伫倒位啦？这案吼嘛是去年我伫咧审的时阵，我就感觉这足有问题吼。
为怎样安尼讲？因为我112年就担任认定委员会，因为112年幼照法因为修正之后，爱有一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认定委员会啊。112年进前是唔免的吼，啊，毋过我参与的时阵，我有感觉讲，那会是拄则吼简书培议员讲啊，是的，毋是哦，两个私立幼儿园的园长，两个公立的，佮一个是教保人员协会，佮一个是教师工会，是6个，吼，6个，两个是阮讲的儿少福利团体，我是一个。啊，佮有另外一个是儿福联盟的，吼，啊，佮有一个家长，吼，啊，一个律师，3个幼保科系的老师，一个是社福的，吼，4个是咱的教育局的人。我逐摆吼，若是亚手，我一定亚输人。一个是儿少权益，我亚；若是另外一个儿少团体的人无来，就是剩我一个。所以迄届嘛是省的时阵，只有我。吼，啊，佮有我讲的家长团体啦，佮3个幼保系的老师。这成分是白纸黑字写好条，还是讲无自在伊家己请？这110年伫修法时，我就甲教育部讲过，你安尼写吼，一定会出问题。果不其然，我112年去当认定委员会。相案见证。嘿，所以我入来时，我有开过记者会，警告教育部讲。你安尼做吼，真正我逐摆伫认定的时阵，完全哦，毋是即案尔，大家案拢是安尼。哦，所以是头一个，这个法令定的是中央的法令。伊讲德嘛，德就是你要你安会使啊嘛，袂嘛会使嘛袂使。你嘛会使，通国较趣味，伊一个儿少团体的人拢无，一个拢无。所以在你啊，在你关系清楚安那走，所以我刚讲完安尼讲话吼，实在很不负责任。你讲啊，都有公平公正，然后我们就在委员会讨论。你如果占比吼，老师的权益较重要，囡仔的权益嘛较重要。你若是6比6，我讲会使嘛？无得讲吼。系啊，啊毋是啊，你迄6个教保团体，2个儿少福利团体，吼，学者3个是幼教的，1个是社福的。都是不对等啊，压手都压袂赢啦，而且真的要投票。哦，这种要投票，要投票说你赞不赞成这样子的裁罚，赞不赞成？停止，甲创啥物安尼？但是吼，即马观众朋友大概要了解讲，这法令，尤其这认定委员会是安尼。第二个就是讲，咱头仔看到这个委员了后整理这个事情的前后啦吼，咱刚讲重点就好。2022年接到通报了后，讲启动着调查，这是新闻稿写。但是2023年的8月，面对着家长咧提问讲，你2022 7月第1案的时候，奈无人去教育部讲吼，无人去教育部立案嘛，啊嘛无接到这个社会局的通报，这通报的机制到底是安怎？我先来讲吼，因为111年吼7月7号，然后家长就去报案，18点08就受理，21点27分家访中心就知影，那就甲教育局讲啊吼，那社会局知道啊，教育局嘛知影，结果我感觉你看这整个历程，一直到都没有处理，一直到112年。第几个案了？因为111年的12月够有第2个囡仔哦，哈，然后112年3月够第3个囡仔，112年5月够有哦，一直到7月，后来他们去报警，然后警方把这个毛姓加害人羁押之后，后来才启动去调查。好，讲到这嘛爱讲，那时候8月4号，社会局讲我有知会单。给教育局，好，那8月11号有召开业务扩大会议，好，那而且这扩大会议是由家防中心加教育局来做报告，你教育局讲唔知影，可是教育局报告哈，我这摕到报告，教育局讲哦，8月2号我还没有接到相关单位的请求调查，你本来就自己也是在调查，你为什么还要人家请求调查？好，而且8月20还讲说8月25号他才去收那个知会单，之后还说因为不符合性平法，
所以呢，我不需要列管。你本来就要调查，你不需要依着性平法来做列查那个列管。委员，咱停了呀，你观众朋友可能听下就灰去啊。就是讲，教育局，伊要调查就是讲，但是依照着这个性平法，伊无宽责。问题按照伊家己的那个相关法令，他是有权责的。这条伊无爱杀，伊杀这条，伊讲我无法度管。但是你上无，你做一个公务人员不作为，你嘛爱讲无，这个是伊管的，不是我管的，伊连这都无讲吗？不过我嘛爱讲吼，我跟蒋师傅一直在说谎。为什么这样按那讲？因为他在112年8月12号跟8月25号开了2次协调会，都说111年7月7号这个家长是没来立案、没来报案。然后可是今年度蒋万安出来说的时候，说什么？有啊，家长我有给他看监视器。你旧年讲，而且讲副市长陪看，就家长讲，我唔捌看到副市长的。我到今嘛都不能看监视器，而且这最近哦，我们7月份开完记者会之后，结果我们就讲我们要看监视器嘛，你一直都无给我看嘛，结果最近回文了，他7月31号回文给家长，会使看，袂使看，照常袂使。法令会当禁止咱袂当看。法律是可以，他误用了儿少权法66条第2项。他都回落了啊！我请卫福部解释说，那个法规教育局用这个来挡，说家长不能看调查看监视器。卫福部说没有，66条讲的好有正当理由。我囡仔被强制猥亵，我有正当理由。结果没使管。到今年的7月31号，蒋师傅为什么你还是拒绝家长看？是真正回落咗，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啊！那听到这吼，观众朋友一定回落了吼。但是第一就了解讲这是市政府的不作为，第二法令无法完备，爱改税来改税去，第三官僚之间甲这个政治头人，唔知咧舞啥物吼。我要请教咱张主任，就恁的理解。正常定数，爱安怎处理？好，因为处理幼稚园本来就无适用性平法，但是针对这个无适用性平法，教育部伊伫110年有颁布一个强化幼儿园发生性别事件的处理机制，内底就有讲啊，若是讲幼稚园发生这款代志，爱做社政通报，要做校安通报，通报之后要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组。怎么样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内底嘛，国外有迄个儿童心理专业背景的进来，伊拢规定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之后呢，调查结束以后，当事人不服要如何申诉？3年前都写个清清楚楚啊呢。嘿啊，伊就讲没有法可以管理。我想讲这写汉大字，伊是拢无看伊。都杀责任啊，对不？听到下海就闹出来，伊这完是安怎有法度讲？我这2021年的这个我不爱看，我要杀我家己的讲，我性平法内面无规范讲我会当处理。而且这个囡仔是一个家长安尼无共款的时间来通报是啊。那是主任，那是恁机构接到安尼，恁的正确性。还是讲恁会安怎来处理？囡仔遐尼细汉，伊无可能讲无代无志无代无志，个讲迄有诶无诶嘛。伊一定是讲伊有拄着即款诶代志，伊才会和爸爸妈妈讲，也是讲和老师讲嘛。所以拄着即款代志我感觉囡仔无可能讲白菜，囡仔嘛无可能讲阮5、6个做伙串讲爱陷害一个老师，迄也无可能嘛，对无？我嘛知影讲，足侪老师因拢是累犯呢。阮处理足侪人师真少讲伊侵犯一个人尔。人师拢侵犯10几个、20几个，拢足侪嘿。台北市政府一点 sense 拢无啊！我感觉伊是无要无紧啊，无伫重视这个代志啊，嘿。所以我头一开始就讲法令的删除，
咱小等会当专门来讲这法令吼，到底有啥物爱更较完备吼，或者是讲这条是适用倒一个层次，这条适用倒一个层次吼，观众朋友吼，尤其咱家长吼，像阮厝里嘛有迄个4岁外囡仔，嘛咧读幼稚园啊，咱嘛要安怎面对吼？这头一个上无看完1点钟，互家长，还是讲你厝里做阿公阿嬷，你就爱有这个概念。第二，媒体到底会当报道未？吼，是毋是有法令来规范？吼，第三，这认定委员会甲调查委员会到底这内面这安怎分挂？内面是安怎分？不过我要先请教着蔡老师吼，咱安怎要甲囡仔问话？袂甲诱导讲，袂甲引导讲啊，你有发生啥物代，无发生啥物代？因为咱家长会惊嘛，会甲问嘛。那有诶讲啊，这证实去污染着，哦，啊，咱应该爱健康爱安怎问？咱主持人公问这个问题真好吼，因为幼稚园和幼稚园的囡仔吼，搁做细汉，啊，咱伫个心理学上，因的迄语言和认知的吼，认知的能力还未成熟，所以伊无法度像咱大人用做清楚的文字吼语言去表达。啊，咱会当几项的症状或现象去观察吼，就是讲，这个囡仔是毋是最近情绪变足奇怪的，例如讲，定定咧哭啊，吼，啊无使性地啊，受气啊，吼，啊是讲定转来有揪咧遐啦，奇怪，迄过去的迄情绪啊，还有伊的一寡行为拢异常吼。啊，再来讲，咱讲退缩，个头拄仔老师吼，主任伊有讲着，吼，委员嘛有讲着，囡仔吼伊讲，我腿疼，奇怪，囡仔吼，因为伫迄过去的一寡调查吼，囡仔伫个表达上定定拢会讲下体疼痛。吼，他会感觉讲下体会痛，吼，啊尿尿的地方会痛，因为咱会记得讲囡仔伊的文字无成熟，所以伊真正是童言童语的讲，尿尿的所在会疼，吼，啊下骹红红安尼啊，所以从一寡用外观啊，吼，例如讲外阴部的外观啊，吼，或身体，吼，啊还有一点嘛是讲，有人是发现到讲，他会学一些大人的一些性动作，哦，奇怪，囡仔会出现一寡迄种。类似大人的性行为、性动作，吼，就是讲，咱会当对这足侪点的方向，吼，来观察，吼，啊，若真正讲，感觉有即个唔知确定是毋是啊？咱唔知要怎问，吼，啊，咱心理师的专业伫咧这个时阵，吼，会当发挥作用，吼，是讲，咱会当去找一寡吼，有接一寡这种性骚扰或性侵专业的心理师，啊，伊会用因一寡像咱用游戏治疗啊，吼，艺术治疗的方法来引导囡仔，吼，去讲话。蔡老师他所讲的拢是囡仔家己会处理，咱用观察的，或者是伊家己会讲。那有诶吼，伊也袂晓讲，吼，啊可能也看起来呢，因为平常时可能即个囡仔较避暑，较袂晓表达，啊咱是要安怎日常要安怎来检查啦？因为咱也无在调去学校嘛，有去学校是送入去，啊咱就爱走啊上班嘛，吼，啊真侪家长的心理就想，我等去学校来处理啊。但是领转来了后，那会变安尼，所以咱要安怎来检查讲定期爱看学校有啥物异常，还是安怎？敢有法度？我伫咧接触的案例内底吼，案件内底发现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囡仔的吼，我有当时讲，即马台湾足无用吼，双薪家庭，吼，我当时讲，囡仔的相处是重质不重量吼，意思是讲，咱可能逐礼拜也是逐工弄一寡吼，无管是陪读啊，是囡仔互动的时间，像我头讲做一些行动啊，吼，语言啊，吼，啊情绪的表现啊，吼，其实这真正是爱花一点时间去陪伴，所以你伫咧行伊定定你啊。囡仔吼，咱会当听啊，学校好耍无？啊，老师好无？啊，恁行老师拢教恁啥？吼，啊，咱有当时伫咧囡仔童言童语，咱就会听到一寡蛛丝马迹。例如讲，会讲啊，老师讲啊，你拢安怎算？老师讲安尼算，吼，咱会那会安尼算吼？意思讲，咱毋是讲足紧张，因为咱内底吼有一点嘛是讲，家长也听到一寡讯息的时阵吼，唔免爱较冷静吼，啊，想讲。咱要安怎去听跟判读吼，啊了解讲，囡仔讲这是毋是
是不是有啥物异常的状况吼？啊，咱较做进一步的处置。所以，这种咱讲的陪伴吼，长时间的和囡仔互动观察，像大家讲，不管情绪啊、脾气啊、吼身体异常吼，这拢是爱透过时间去培养。看伊的情绪，看伊的行为，对，吼啊，长时间啊，咱来陪伴，对，吼，这先咱收伫遮。我要请教着咱委员吼，咱即摆佫讲吼，伊市场安怎吼，我感觉对家长来讲，即摆上烦恼就是讲。阮兜即所会去上课，敢会安怎吼？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即个老师，即个幼保员伫学校连续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即个教育局完全拢好继续，啊，拢相信即个学校的讲法，啊，拢无处理。敢会使安尼？是有法令甲支持讲，我有认定会使。还是讲完全就是不作为，就是倒掉的，拢不爱做代志。我感觉是不作为了哈，伪装安尼讲哈，因为到今嘛，咱的蒋市长佫讲哦，法令不完备，歹势哈，教保服务人员条例17条，17条就甲你讲哦，老师要停职，啊你也无停职啊，好啊，你讲相关的法律嘛，有认定委员会啊，你认定委员会，你即马，你连媒体佫讲，啊，本来阮就是足公正，啊，问题是阮看你人数就是不公正啊。你举手就举你啊啦。对啊，我是家己伫遐呢，毋是我听别人讲呢，我逐摆就是一票而已呢。你讲这我当然无可能相信。的确吼，家长一定会足紧张的。所以我讲媒体的报道嘛，足重要的啦。吼，啊，毋过即马媒体报道，阮嘛要修法，我嘛是为这个案子吼，才感觉媒体的报道足重要。因为110年7月，迄家长是有去找媒体的，因为基本上政府不作为，咱上无找媒体嘛。闹大安嘛。较大的时阵，市府就较紧张，吼。较大的时阵，家长会知影，别个家长本来是我一个家长尔，毋过，恁囡仔嘛，甲我囡仔读共一个幼稚园，你知影了后，伊佫知影5个，咱共一来，毋是较知，让市府有压力，无。家长讲，因为媒体，因为《儿少权法》69条，媒体毋敢报道，所以就无报道啊。吼，到过当年就是112年。20几个，我安那想吼，让讲足痛心的，因为111年教育局有作为，积极作为，那是媒体有报道，没20几个。各位来讲是，本来吼这案吼是因为他3月16，今年3月16，他要羁押期满，好有市政哦，有监视器讲伊的手吼伸到棉被内底。好，伊头有承认哦，这毛姓加害人有承认。你要讲无啦，我是按摩肚子，我唔是摸伊的下体，伊就被绑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跟家长刚在3月12号赶快开记者会，还有呢，也让检察官去扣押手机，因为囡仔有讲着讲，伊用手机翕伊嘛，啊那教育局检方你拢无扣押手机。600支影片，现在真的可以打脸蒋师傅。为什么？因为这600支影片，有后边迄7个囡仔没有被认定的。嘛进来。对。所以我感觉哈，你看市府你为什么没有认定？迄当初我已经无伫，我无去开会。9月8号我无去开，而且后来11月份听说开一次，第3次我嘛无去开。那为什么我开的我？强烈要求哦有认定，后边迄无认定，好。更妙的是，伊即马提出来报告讲8个囡仔，我讲那是8个，不是6个吗？所以他有很多的错误。我希望，如果要为了让台北市的家长安心，我跟市府有法规，请你依法，请你好好的督促你的教育局、社会局好好的查案办案，不是即马一直在否认事实，否认事实。就没有办法改善，没有办法改善，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台北市的孩子的家长们很安心啦。是，张主任哈，他延续委员所讲的，这认定委员会，这是调查委员会。我知影一
一个数字啊，吼，幼稚园吼虐童不当对待事件吼，去年敢若是6多，不当对待吼通报量415件，结果敢若14.7%有再发，10几%有再发。我毋是讲件拢爱再发，但是比例足低呢。这到底是有啥物内面是藏啥物物件？就恁校园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拢安怎认定的？安怎一个过程啊？伊嘛是讲爱送去迄个审议委员会吼，但是你请的委员吼，拢是请和伊关系较好的人啊，较有关系的人吼。啊，若是这委员拢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吼，你可能就会被续聘。你委员若是足认真吼，这嘛要发，迄嘛要发吼，你后届都无啊，无得做委员啊。安尼劣币逐良币。像恁这种绝对拢毋捌做过啊。足困难啊，阮都足困难啊，人都足测阮啊，系啊，因为伊个虐童率就较悬，系啊，系啊。啊，这内面拢是啥物人？看东华有几个儿童发展的专家啊，哈，还有一些幼保专家啊，各有律师啊，哈，各有一些 NGO 团体啊，哈，嘿。啊，看样嘛是应该是正正当当的人士。是啊，表面上都是很客观公正的人士啊，但是实际上伊都会看你的表现嘛。你大概投票的时阵吼，你都投说啊这个成立都成立的话，你都足切啊，对不？咱唔是讲同案拢要来质疑啦，吼。我是咧讲，这个认定的这个趴数14.7，哦，啊，这就是意味着讲，这家长乱说。乱讲，听囡仔乱讲，这我就要问蔡老师啊。家长吼真容易紧张，我相信，阮做家长也足紧张的啦吼。但是这比例在你的这个经验值内，敢有可能安尼遮低着？还是讲无？咱遮的家长拢太紧张啊，真容易安尼凊彩就去乱。我伫个心理学上吼，一寡研究吼，有当仔囡仔因为像咱头头讲的吼，伊的认知和迄语言的能力无够，所以有当下伊的委员或是委员会伊安怎审判的时阵吼，伊的空间那种模糊的空间吼，就变作大的。所以有当下我感觉是因为安尼吼，去影响到伊的判决。啊，毋过你也讲实力上的经验，你讲敢当下14.4%。我会感觉迄数可能不止啦，啊，毋过迄个判定无法度一个，因为囡仔细汉，所以你无像讲大人的迄种做评估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二点，啊，搁爱照顾到吼怕2度伤害吼，太过于陈述迄个犯罪过程的时候，有当对囡仔的心性是影响。有当我伫遐看这个案件的时候，咱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咱想要照顾迄个受害者吼，囡仔的幼儿的迄个身心健康，还有当下咱要安怎去处理这件代志，尤其法律程序或不断很冗长的审判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拿捏真的是在心理健康上真的是不容易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嘛要补充一下吼，为怎样安尼讲？因为我伫参会的时阵，是调查委员是直接接触囡仔的，因调查委员拢应该讲讲，伊开罚的很重，啊，结果是来阮认定拢讲，哦，恁一直在质疑调查委员的决定，讲，你奈安尼敢足重的，啊，老师嘛足辛苦的，安那，我讲吼，老师无讲足辛，无讲伊无辛苦，啊，毋过伊辛苦嘛是袂使甲手拔落去。啊，我常常就是我伫台北市的经验就是，伫个调查委员直接接触囡仔的人，伊拢感觉这应该爱安尼罚，啊，毋过来阮认定，6万的变6000，哦，差甲遐济。我讲我牙就牙袂牙，人就安尼。调查委员直接跟孩子接触哦，伊问的哦，伊感觉事实是安尼，所以伊感觉爱安尼6万块开4年拢袂使做老师，啊，结果来遮无一档拢唔免啊，6000变6000块。所以我讲唔是讲到底接触，我讲调查委员即马有受训，拢知影讲要甲囡仔安那问。调查委员大部分拢是什么背景？有幼教老师嘛，有讲心理的律师拢有，因为他们要受训，
结果是阮认定委员无受训。但是，委员，你会当甲描述吼，你参加迄摆的即个认定委员会的时阵，迄内面的气氛，是安怎？你举手啊，因的态度是啥物？因反对的态度讲啥物话？你会当小可小可了解一下讲，这内面这整体这气氛是啥物？为怎样我感受遐深，就是因为一直拢是安尼。一直拢是安尼，拢是安尼气氛啊！特别就是我感觉我是足严的，严格甲。啊，毋过我感觉你嘛轻干呢。啊，毋过迄届吼已经是毛姓加害人拢被羁押，啊，搁有委员讲啊，警方的那个证据力很低的时候也会收押，这没有什么，搞不好也不会有怎样子。他6个孩子的话怎么可以相信？我讲吼无列为那会使相信，囡仔6个囡仔我也袂使相信，无。就问一下吼，这委员吼，你话那会使相信？你大人个会欺骗的。委员，你敢通我讲这个人啥物名？袂使，因为我嘛是有伦理守则，我就讲我足气的，气到我了后，我甲伊呛声了后，好佳在有一个是性平委员会委员就讲，哦，那伫我嘛是台北市性平委员会委员，啊，毋过这委员是别个关系来吼，伊讲。我哪伫性平委员会吼，这唔免安尼，甲你安尼讲来讲去，敢若拢否定孩子的感觉。若是讲孩子讲有就有啊。真诶，我嘅感受讲，6个囡仔呢，唔是一个囡仔呢。有当时的确，阮实务上有囡仔，若是家长甲伊讲啊，你安那讲，有可能证词会被污染。是6个囡仔巨细靡遗讲甲安尼。而且搁拿娃娃，伫出来伫生娃娃的时阵去用迄家长当来讲，你哪去？你哪学较济？对。结果囡仔话袂使相信，无啥人话会使相信。啊，这市政府难道这个体制内面，我实在是真无爱相信讲，咱的公务人员会蛮汉无能到这个程度，明明会议内面拢有相关的记录，啊不作为。所以我有感觉足无理的是讲，那会头前6个有认定，后壁7个拢讲无。即马迄600支影片，真正会使真正讲，才可以还孩子清白。讲我真正就受害嘛。无，委员你咧讲哦，囡仔的清白哦，我看这实在是真痛心的，真荒谬啦吼！这样会变做讲爱刑囡仔的清白，这个代志，张主任你来看，在恁甲官方接触的经验内面，这是算正常发挥，还是？我是感觉无正常，因为阮较早伫台南有处理一个大红帽老师张博胜吼，伊迄个时阵吼嘛是对小学生吼有性侵的行为哦，但是伊。这个台南的社会局局长，伊无单司法调查哦，伊行政调查一确定吼，马上公告姓名，让所有的家长知影讲这个人很危险，让所有的家长看到这个公告，就讲我来问我的囡仔，较早互伊教的时阵，敢有互伊性侵无？嘿，对，啊，伊就是无要单司法调查。那我是感觉吼，台北市政府都无人要负这个责任啦吼。为什么？因为司法调查吼，伊是较严谨。要达到犯罪构成要件，你才能要把它关起来嘛，对不？但是行政调查不讲，行政调查就是要迅速立即嘛，好维持社会的秩序嘛，好，然后预防犯罪再发生。所以行政调查也和司法调查的目的和手段都无讲，好啊，司法调查都会较慢呐，对不？你行政调查哪是讲大项都爱等司法调查确定你才来处理，安尼你都唔免处理啊。我看台北市政府大项代志都爱等司法调查，那安尼我要你市政府伫遮创啥？没有功能嘛，对不？系啊。这当然当中有足侪代志吼，譬如讲，伊讲无法令哦，所以迄阵是阮咧处理的时阵，法令还未来，但是教育部讲，我有出一个函哦，甲你讲你会当安尼来处理哦，但是伊即条无爱杀遐用。伊咧杀8条，对。但我真好奇就是讲，因嘛是爸母饲大的，吼，可能嘛是做人爸母啊，
啊，难道就无这个同理心啊？我毋是要指控讲市政府人个个拢安尼哦，是讲做一个政治头人，不管是尤其在这内面看起来拢敢教育局的代志，你社会局咧？无看啊。社会局敢会当处理？会使啊，儿少福利法呀、性骚扰防治法都是社会局在管的呢。那有可能伊社会局讲，歹势大诶，你来处理，还是安怎？那社会局拢比起来？我是刚刚规个台北市政府高层不重视儿童安全啦，嘿，因为较早吼有一个代课老师一直学校吼猥亵男学生，哈，然后呢学校的行政调查属实，终身解聘哦，对不？但是到了司法哈，一审有罪，二审无罪，哈，二审无罪哈，伊搁去开补习班，补习班继续对男童下手，搁互人旧年搁互人抓到，哈。但是呢，上少咱行政调查属实的时阵，学校宣布终身解聘的时阵，你学校内底的学生拢安全，拢安全啊，你有保护到对不？系啊。但是我都看讲伊拢无想中爱保护迄囡仔呢，足奇怪啊，系啊。这在制度面，唔知要安怎来补强吼，我要请教着蔡老师吼。咱制度面，我也知影讲咨商的心理师啦，还是讲去做这认定的人员，其实拢人足少数的嘛。是，冇唔对。这敢是纯粹能力的问题？敢是？我感觉伊即马有足侪面向会当补强的，然后像头仔大家讲伫迄修法或者是迄行政面吼、制度面，啊，毋过我感觉伫站在心理健康、心理师的角度吼，例如讲咱怎么样增进吼孩子和家长对于例如讲对身体界限吼，咱在界限，例如讲吼像几年迄立新嘛做足侪迄个身体认识的影片。吼啊，咱会大囡仔讲啊，这咱基本上大概是躯干内容都是不能被碰的，所以不管伊要摸巴肚摸刀，其实那个都已经是超限。好，那咱会当透过像安尼吼亲子共学吼，或者是咱父母参加一些讲座，咱像你头到咱主持人问的吼，你讲警讯是啥？讯号是啥？就是说，咱对囡仔会讲的这些词汇啊吼，或者形态的语言啊。我们会慢慢有一些认识，啊，不过谈到一点无补充到是讲吼，伫迄过程当中，伊咱父母亲一定做急的吼，啊，不过咱耐心的倾听吼，啊，冷静去处理，这对孩子来讲就是最好的保护。吼，所以我刚刚讲，你怎么透过这些跟孩子之间的吼，虽然是幼稚园的囡仔在细汉吼，怎么跟小孩沟通吼，怎么教小孩表达？例如讲，有人碰你，啊，你不舒服的时阵吼，啊，你觉得不开心的时阵吼，啊，你爱会晓讲，爱敢达大人讲。我接触足侪迄种青少年，也是大人吼，曾经被性猥亵、性侵，他们都有一个一种共同特征，他们不敢求救。啊，咱若要送囡仔去幼稚园，咱要安怎路草看有熟？是有的幼稚园连网站都无啊，吼啊，甚至我若送去这甲咱带囡仔迄种，嘛无网站，嘛加减探听尔。啊，看这个墙顶头打讲啊，伊合格证书，安尼如此而已啊。啊，无对其他的所在去查呢？敢有其他的这个？网站还是公告，会当来查讲啊，这专业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安尼，敢有？即马有全国教保资讯网啊，有若是裁处也定伫内底，因为这都要头阮就有要求啊。即马本来裁罚是有诶下伫社会局迄边，吼就卫福部，啊，即马完全拢伫教育部全国教保资讯网，你就去查。知影讲，伊这幼儿园啊，即摆我讲进一步要求是讲，有足侪幼稚园那出代志了吼，有诶幼稚园出代志，我袂互你，因为我袂使经营，我袂互你。啊，不过你可能是阮朋友啊，也是阮亲戚吼，所以我们即摆嘛要阻断即款的，根本就要借尸还魂嘛，所以这嘛是我。简直妈妈别处理，因为这个案子嘛是伊妈妈有开托婴中心，了后阮甲立新揭发了，伊讲哦，我要互阮子女经营，好，我讲3等亲不行，结果伊讲我卖给我的员工，
那至少我讲员工没有问题。我们金马讲你卖给员工，掐进户在那边旁边登记说，这一个是过去曾经好以经营幼儿园的时阵，以他同一个负责人，他曾经在幼儿园有出代志，安尼我家长要有知的权利，我阿伯我自己谨慎嘛，我无要去算这嘛。这王树像鸡尾跑啊，我有当啊，逐鸡捌透透，我都爱送一个囡仔去读，我爱知影这。上好啊知影，因为囡仔吼，8点钟、10点钟都伫遐，啊囡仔搁遐细汉，幼儿园吼，基本上本来就无要求监视器，是托婴中心才有要求的，好，而且。这毛信家的人足知影，伊迄监视器放伫咧倒位，伊真奥秘。对啊，楼梯下方哦，无监视器哦，比较那个角落没有监视器，所以我一直感觉足袂使接受的是111年，你调查的时阵，奈无爱叫囡仔去讲，你倒位？一查，不是看监视器，监视器伊是因负责人的后生，一定知影讲，倒位有监视器，倒位无。我若知影讲，我甲囡仔问的时候，遐看监视器哪有效？所以我讲110年，真正讲吼，那时候揭发，每112年20几个囡仔呢。我特别处理这案的时阵，我可以知道家长心情足痛苦的。我竟然甲囡仔送去火坑。因为我唔知影，所以我感觉囡仔老师要知的权利，政府要把关。了，我感觉媒体嘛爱来处理了哈，所以《儿少权法》69条嘛是我真正这摆嘛爱处理的。是，除了法令啦吼，咱的这个团体也好，官方也好，但是吼，咱见办来出代志，拢官方爱着去监督、去稽查、去创啥，搁较安怎能力就不足啦。敢有可能有这个嫌疑的第三方来组织，吼变做讲，因也是会当互相监督、互相自律，吼，来产生一个力量，吼，来做着这项代志。因为，譬如讲，头拄委员讲，你举手举袂赢这个幼稚园的这边啊。而且吼，反正吼，若是讲知影讲今日市政府要来吼，拢有人通风报信呢。因拢把囡仔密起来呢，莫互你看到哦。因若是超收的话吼，伊就密起来哦。你拢查无啦，嘿。但是我是感觉讲，若是咱爱送去幼稚园时阵吼，家长会问讲，若是我的囡仔无乖的时阵，你会安怎处理啊？吼，若是讲，最近有即款代志吼，你要安怎预防即款的代志发生？看伊安怎讲，吼。因若是讲，你的囡仔无乖，我会甲你讲，吼，你得爱较注意哦，因为吼。供囡仔嘛是逾越身体的界限，好，性侵嘛是逾越身体的界限。一个囡仔定定迄身体界限，若是互人侵犯吼，伊都唔知影界限对啊，好，若是讲你问伊讲，像即款的代志，你安怎要预防？但预防唔是讲监视器尔哦，空间的穿透性，吼，佮有包含讲同事跟同事之间，吼，若是讲有一个囡仔甲你讲，吼，我安那。老师有没有那个敏感度？怎样讲？不对劲哦！较早拢无安尼，即届哪会遐尼侪囡仔来讲，因的下体会疼？较早也无安尼啊。老师是不是有迄个敏感度？也是讲，老师内底是不是有感觉这老师怪怪？我要安怎处理？吼，这拢是一个幼稚园伊要和家长解释讲，伊安怎要保护你的囡仔，袂受害。吼，阮会透过问因，吼，互因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头一个吼，第二个，主任，你敢有认为讲有鼓励第三方有善意的团体吼？比如讲义校团体也好，也是学校或者是像蔡老师这种有专业的人组织一个自律的这个第三方来帮助官方、帮助幼稚园来做这个自律稽查也好，认定也好。我是感觉安尼嘛就好啊，系啊，有一个唔是官方的组织，由第三方出来，较客观公正，袂讲需要迄个揣摩上意，也是安尼哈。我是感觉是袂歹啦。无见摆搁较抽了这群人。系啊。讲这拿苹果，搁较抽了这几粒。这委员就举手就举袂赢人。是啊。恁像
张主任，你拢无倒入去。我绝对无法度入去。我刚头嘛是主持人刚刚讲的选择上重要是，第一个你有问过以前读这无？还有你应该去幼稚园去了解，大家老师，吼要教你囡仔的老师，伊以前教的经验，甲伊讲话，毋是甲园长讲话。有人像园长讲好累累，还有我感觉家长哦，不要陷入到一个迷失，家长拢选迄水水啊。阮逐摆去评鉴的时候，我感觉迄水水啊，真在家长选伊，啊，毋过我知影伊内底足无好，啊嘛无法度。好，所以我感觉家长不要陷入一个迷失，讲我要读英文的啦，我教什么才艺，什么拢好。上重要的是老师对囡仔有爱心无？你讲老师，要爱心要安怎看？你该讲话是去讲囡仔一些状况，伊互你的回馈，千万唔好选讲哦，足水的，有教什么？你做这个选择了后，你根本就唔知老师是啥人，无得教的老师根本迄教橡皮的老师。拿到证照，老师是无共款的，有这种的。我感觉主持头讲这第三方单位，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好的建议吼。因为我感觉讲啊，就你讲的啊，鹏哥安那抽拢共款吼。因为我讲第三方的概念呢是讲，那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去审核哈。然后我觉得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例如讲什么老师。吼，爱上过咱类似这性平、性教育，好，咱也可以观察园方是不是有把这样子的知识课程吼带入正式的课程当中。啊，我感觉伊头讲，我感觉我家己的经验，我感觉讲，看袂出来，唔知吼，我感觉较无可能。啊，毋过匿名不报吼，可能行我无头路啊吼，啊，敢会安怎吼？啊，我说我感觉一个匿名的机制吼。监督机制，像你讲到第三方，如果这个匿名的监督机制可以成立哈，然后咱要一旦匿名以后，这个声音就会比较容易出来哈，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刚才无头路啊哈，人家刚才讲是你啊哈，啊对，被针对吼，大家拢惊去用针对，就这样企业嘛拢赶快，好，所以你讲有一种第三方有一个匿名的信箱或匿名的机制，我感觉是一个不哩好的方法，吼，啊，例如讲在咱家。对身体界限啊，沟通表达哈，这是不是或者讲，不是讲知识尔哈，把它置入进去我们正式的课程里面，变成我们常态的一环。好，不管幼稚园还是国小、高中，我感觉拢共款。像这幼稚园啊，教讲囡仔讲啊，这个双脚、双手以外，其他的所在，连阿公阿嬷就袂当甲你吸，吼，要甲你吸的时阵，爱讲什么话？啊，你才能够接受啊？什么情境之下才会当接受？甚至咧儿童教材内面嘛会当放进去嘛？是。但是阮即摆要来看吼，即寡家长因是讲到台北市，伊无做到什么代志，佮再来提醒，因为明仔载要宣判。吼，观众朋友，你来自这家长的即个声明内面，你就要了解讲，你家己就要注意到这。讲吼。案件爆发了，无像市长所讲的，互家长会当调阅监视器。敢若部分啊，有警方吼，甲即个图面吼，甲截落来吼，基人咧话明讲，这是也毋是，而且无收到行政调查报告。第一无监视器，第二敢若部分的画面，第三嘛无调查报告。吼，这三项，原来吼。员工知情无讲，无依照规定来办理。这头拄啊，蔡老师也讲，这若如果若互你有当来做这个写批信，吼，你就会当来报告。对着《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第15条规定，教保服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会当直接通报主管机关。吼，这内面有写，吼，但是迄种叫做啥？得啦，得就是。你会使也许你卖我嘛无强制吼，负责人就是加害人的妈妈，这种无甲讲吼。啊，智商的预算不足，吼，昆车精力哦，这蔡老师恁小等会当来讲吼。目前受害的儿童真济，家长想要吼，啊囡仔申请着智商，但是社会局表示讲，本年度无预算啊，真歹势。委员。这敢是理由？
这就是我顶面开记者会家长问的6个问题，吼。110年你到底安怎调查？啊，为怎样伊拢110年无要停职，啊，无要互因急做智商？啊，我开刷记者会，过顿工就有钱啊。师傅就拍电话互家长讲，啊有啦有啦。头啊家长甲你讲的，你讲啊无预算啦，无钱啊，今年的钱拢用了啊，咯无啦。结果你即摆写报告的时阵，毋是安尼哦，你写报告讲。有啊，我有互伊70次以上的服务，110年我就有互伊遐济啊。安尼写，啊，结果家长感受是啥物？就亲像蒋市长甲家长甲媒体讲，我有请林奕华搁社会局去北东里看监视器，家长想讲，我毋捌看过林奕华社会局为我看监视器。蒋市长，你下骹手的人咧，甲你暗砍哦。到今嘛，家长拢无法度看到监视器。到今年哦，7月31号，我开刷记者会了，阮就有问伊这6个问题啊。结果伊搁回问互家长讲，哦，你也是无法度看监视器，啊无，你毋是对媒体讲，我已经叫林奕华甲社会局陪你看监视器。啊，家长讲我无看到，我即马讲叫你看，结果你即马回问讲。啊，报告吼，我唔知影讲为什么伊无法度看报告。结果7个讲啊，你甲我讲结果好无？啊，到底阮有成立也无成立？结果教育局安怎讲？你去看我3月11号的新闻稿。安尼甲家长讲？系啊，安尼甲家长讲，吼啊。另外，老师为什么不被裁除？老师知影哦，老师知影哦。知影这代志，你为什么没有裁除他？你就无达到保护孩子的功能。老师知影，你为什么不裁除？你只裁除园长，你只安尼敢对？唔对嘛？吼。无啦，讲其实恁囝做歹啊，你妈妈爱受过，这意思。啊，问题我看监视器的时阵，迄毛姓加害人，伫个棉被甲囡仔安尼的时阵，有另外一个老师诶，啊，你奈拢会使卖裁除？你明明就有看到啊，吼。另外一个就讲，你讲预算不足，即马这本来是我7月份开记者会，家长问的6个问题，我今马要增加一个。你老后讲，头啊，我8月24号审的6个案子是成立的，了后7个是无成立，吼，即马奇怪呢，你互议员的讲8个拢成立，当时蹦出2个来。当时蹦出来那2个，本来我们审查的时候只有6个，你资料吼拢乱七八糟，我实在是无法度讲啊！你那乱甲安尼，要互家长的那个，你看服务你报告写7载改，搁家长吼讲我无收到，啊，即马讲有钱，考啊甲家长讲无钱，那你写给议员的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哦，蒋市长，我对你无什么意见。哦，但是恁哦市政府的人，你都要去问个清楚，看看前前后后讲的话拢无共款吼，咱嘛真需要吼，你来上节目来甲咱讲个清楚哈。来，主任上后尾，我是感觉吼，即届看这个代志吼，我就是感觉市政府在欺负小孩、欺负家长，食人搞搞啦，嘿，啊，伊是上有钱、上有资源呢，市政府呢？全台湾最有钱、最有资源的市政府，那会做干呢？我是真希望替因讲话啦，就是讲，譬如讲，公务人员因为法令不清楚，哦，所以唔知要来执行，啊，而且佫惊到这个当事者可能伊的人权受损，敢有这种情形可能？我是感觉伊是无含囡仔藏伫因心内底，伊若是心内有想到囡仔。因都袂安尼做啊，心内无囡仔才会安尼做。我来听蔡老师你讲。我是感觉讲谈即个的机会吼，有法度打这个这关于幼儿一寡权益吼，尤其一寡这跟性平有关的吼，有没有机会让他修法，或者是让它变得更完善一点吼？不管说这一些关于法律的资讯的铺路哈，或者是
这相关的后置的储蓄啊，也包括了就是关于这些不管提供监视器啊哈，或者是諮商资源，我觉得这个事件哈，需要整个重新整并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机会哈，吼政府咱看到讲，咱囡仔即摆拢个少子化对不对？啊囡仔遮少。啊，佮有遮侪教育的问题吼，爱烦恼啊，咱是毋是会当互囡仔一个做单纯的、干净吼、安全的环境？我感觉这是大家大人，咱政府应该爱做到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委员吼，在中央发动啊，佫会较完备啊，而且吼，透过这来鼓吹第三方的团体来成立，大家来共同来感动啊，吼，为着咱下一代这囡仔的幸福快乐啊，上无你送囡仔去，毋通啊烦恼啊。一大堆代志，这一定要来做。啊，无上无刘主任嘛，日去认头啊会啊。好，感谢三位。够人玩，一定够人玩。谢谢。